甲骨释文第39集。哪后喵喵是因为哪后咳咳，咳是气外一，写这个气无通的咳，毋是物件卡条着的卡哦。台语文实在真有咯，是无？气通就是下出来就会通有3字通写哦。感谢甲骨先生的补充。过来，咳嗽有分2种，一种是冷嗽的咳，是嗽无痰的；一种是热嗽的咳，嗽有痰的。这集会转来讲气外一的咳，主要要来讲这个咳。中文讲事悄悄，人翘起，有人安尼比，这有啥物误会吧？啥物人死去会翘起来呢？应该是这个的误会。气外一，误会做弯翘的翘，弯弯翘翘，直接写这个就会使。这个咳将受省将咳，无人教过这个安怎写，即马甲骨先生教互咱知。想袂到这个是将咳吧？有血寿的人。喘气有寡困难，咱就讲这位老人是老哭哭，安尼的台语文有传神无？老哭2字是共字连词，安尼是毋是就真好理解啊？这个老字形是将受省将避，甲骨文画一个长寿者拄着拐在行路，读音老。或者是老，表示也活着的老人。另这个咳，鼻音若读哭，就是喘气无介顺的老人，意思是真老啦，例句老哭哭。王牌定看到的显克母公，是对亡父的尊称，所以克是讲已经死去的老人，鼻音就是翘。已经无喘气就是死翘翘，上天堂的意思。人往生和弯翘无关系，和未喘气有关系，有道理无？老天讨，这句是在形容老人无头神，就是忘东忘西啦。顺续来认捌这个困醒这个醒。困饱未变神啦，困饱就是精神，这个神。某就是倒钩，老某某就是老倒钩。这个读颠，老翻颠，意思是老糊涂。这个将老将教醒，读音教，是指80岁以上的老人。老猴是骂人老哭哭，这知就好，袂晓讲袂要紧。老甲猴应该是真歹念做伙才是啦吼。耆老，国语词典的解说是老人，多指德高望重者。耆本指60岁的老人。电子书的整理有这3个国语读音。这个咱为字形来学，将老将至省，至是指顺序，鼻音就读是。长辈的尊称是大人，乡亲是大，有比这个是搁较亲近的称呼无？这个是有尊称的意思无？看起来无是大。亲像黑社会感觉咧，怪怪。来认捌这个字，鼻音读是，字形是将父将牛省，父是高低年级，牛是教育的养成。这个将父吗？古语安尼写，确实是将父。来看这个的经文。父就是这个阶梯，就是年级的关系。谦加谦表示在传授，在白的囡仔表示在学习。
综合起来表示这是一间人才养成的学堂。学堂古册就定看写做尚书，有甲骨先生安尼的教示，尚书是毋是就变亲切啊？时代若安尼写，咱就了解是靠管家比出来的高低赞。譬如上校、小校是平等的，另一个时代是亲情的，是自然产生的高低赞。你认为倒一个叫起来的时代较亲呢？整理一下，这集主要讲到甲老有关系的用语，也就是受语病的用语。老哭哭、死翘翘，写和喘气有关系的即字口。天讨是忘东忘西的无头神。老某某是老倒钩。老翻颠是老糊涂，老猴是80岁的老人，尚书是学堂，乡亲是大人，写这个尊称的诗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